现代第一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，先知耶利米对耶路撒冷写批予尼布甲尼撒，对耶路撒冷掠去巴比伦也活地的长老、祭司、先知以及所有的人民。这张批是伫约雅君王太后甲朝廷的人臣、犹太甲耶路撒冷的领袖，做工师傅甲拍铁师傅，互人对耶路撒冷掠去以后写的。这张批是托沙番的囝以利亚撒甲希勒家的囝基玛利亚带去巴比伦。因两个人有受犹太王西底家派去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批安尼写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，甲所有对耶路撒冷受掠去巴比伦的人安尼讲：恁着伫巴比伦起厝大，种植，食出产的物，娶某生囝，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结婚，养育子女。恁着伫遐生炭，毋通互恁的人口减少。恁着为甲恁流放去的城镇求平安，向上主祈祷，因为遐城镇平安繁荣，恁才会平安繁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，搁甲恁讲：毋通互恁中间的先知甲卜卦骗去，嘛毋通信因做的梦。因为我无找歹这个人，毋过因利用我的名讲假的预言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阁讲：我为巴比伦所定70年的期限一个满，我会眷顾恁，实现我对恁讲过要赐福的应允，带恁转来这块土地。上主安尼讲：我确实知，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，毋是要互恁受灾祸，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。恁求叫我向我祈祷，我会注意听。恁若找求我，恁会找着；恁若专心找求我，我一定会互恁找着。上主安尼讲，我嘛要甲恁遮个受掠的人带倒来，将恁对我甲恁流放去的逐国逐所在调集，带转来恁受掠离开的乡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恁讲，上主有伫巴比伦甲阮兴起先知，当针对坐大笔宝座的王，甲住伫即个城，无甲恁做伙受流放的同胞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着注意听，我要互因受战乱、饥荒、瘟疫的灾难，互因变做烂甲袂值得的无花果。我要用战乱、饥荒、瘟疫对入因，互因流放去伫天下万族。因无论互我赶去倒位，遐人拢会甲因咒诅、讥笑、侮辱，搁对因的遭遇感觉着惊。上主讲，这是因为因无听趁我的话，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众先知去甲因讲话，因拢毋听。所以，恁才会互我对耶路撒冷流放去巴比伦的人，着注意听我上主的话。关系哥乃雅的囝亚哈甲马西亚的囝西底家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因利用我的名对恁讲假的预言，我要将因交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
伊会伫恁的面前甲因处死。恁所有互人掠去巴比伦的犹大人，要甲人咒诅的时，会用即2个人的名，甲人讲：愿上主互你亲像巴比伦王用火烧死的西底家甲亚哈，因为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见笑事，甲厝边的某行奸淫，佮利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因讲的白贼话。我知影这个代志，嘛亲身作证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关系尼希兰是玛雅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有用你家己的名写批互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。玛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甲所有的祭司讲：上主已经设立你西番雅做祭司，取代耶和亚大做上主圣殿的监督，会当甲所有家己封做先知的小人扣差价铁箍。现在阿拉杜人耶利米自称是先知，你是安怎无甲伊指责？伊有写批来巴比伦，甲阮讲，阮流放的时间会拖真久，所以着伫遮起厝大种作，食出产的物。祭司西番雅将即张批读互先知耶利米听。迄时，上主对耶利米讲：你着写批互所有流放伫巴比伦的同胞，关系尼希兰人是玛雅上主讲：我无差派是玛雅，毋过伊竟然对恁讲有言，互恁相信伊的白贼话。所以我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刑罚尼希兰人是玛雅甲伊的后代。伊的后代一定无一个会当住伫遮的人民中间，嘛袂当活地享受我要赐互我的子民的福气，因为伊煽动人背叛上主。上主安尼宣告。